来，好了，好了，来了。爸爸，快！哦，你干嘛就不要啊？听到了吧？剃个头啊！有没有公报私？公报私仇。老师，哭完啊！老师，刚才一会儿不是为什么不哭？哭太好了，我得跟他哭的一笔相形见绌。有，不敢，我的最好。那你就悲伤一点嘛，毕竟我已经说过了。收了。两个都给我。来了，来了啊！来，预备，抬起头，3、2。